Hello，大家好。咁咧，我係今日咧係我喺銀行攞咗啲錢出嚟啦。係啦，咁我哋就會加埋入去一齊儲嘅。咁今日係1月7號，今天是中式嘅小狗。好，首先都係100日。紅色冇收過，我哋收咗紅色。反季購買衣服價格咁適合入手，200蚊。你睇下一出嚟就好大下啦，變咗200蚊啦，係啊 ，crazy。我嚟得啦，我俾嚟咁樣收到。呢個係儲錢嘅。喂，每張唔攞唔攞唔攞。好，100日完成。到我哋800㗎，今日做到，咁儲下呢個先啦。呢種一樣都係睇咗銀碼先決定做幾多啦。你刮咗一個先，10蚊、20蚊、40蚊，非常可以接受。20、10、40、70蚊，你攞70蚊出嚟，你攞呢個，一陣喺入邊食。我數下先，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、80、90、100。落咯，coming。咁今日嘅3本小額打卡都完成啦，係咁先，拜拜。